副总统赖清德提出讲，要补助私立大专生的学费，上计明年的2月开始哦。行政院长陈建仁昨嘛表示讲，要提出高中职全部唔免学费等措施，望国当健全教育制度。教育部是指出讲，相关的细节目前搁讨论。伫副总统赖清德提出私立大专生的学费补助了后，行政院长陈建仁2日再度提出新的教育相关政策。公私立大专的弱势的补助方案呢能够再予以扩大。第二个呢就是高中职学费全面免费第三个呢就是学贷延长这样的一个3个配套的措施，希望使得台湾的教育制度呢更加的健全。即马高中职学费，高立高中6240块，私立高中是12170块到24423块，私立高职1.3至2.4万，艺术群的学费也会搁较悬。目前高职学费全免，高中是有排付条款，行政院发出新规划，也代表要取消排付条款。免学费来讲应该很合理，现在的高中职已经就是国民教育的一环了嘛。全国的孩子呢，有一半一定得念私立学校。你既然是国教，你不可能让你一半的孩子去读私校，但是他却排除在政策之外。没有经过公共讨论，教育经费的一个资源钱从哪里来？那会不会影响说原本的一个教育资源的一个分配？应该还有很多更应该要去推动的这种多元化的一个课程、师资的一个编排的部分，学校那个课程的一个提升，其实有很多地方更需要经费去做挹注。消息指出，家长甲教育团体各有看法。全教总希望会当召开国家教育会议，进行公共讨论。教育部表示，相关政策细节拢在研究中，有计以外加预算的方式进行，大约11.3万人受到影响，但定案了后会尽速公布。记者综合报道。